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搁甲大家组织伫遮。顶礼拜是受难日，甲国外节，所以先互大家的心安静，好好来思考，好来思想遮个日子，咱感受到啥物？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一定拢对耶稣的疼，甲伊的牺牲充满感恩。这是咱做伙为着耶稣基督，伊赐予咱的救赎甲祝福来祈祷。咱做伙大家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的圣殿中，向你来献上满满的感恩。你为着救赎阮的灵魂，就差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教导阮一切的真理，甚至牺牲伊的性命，献上伊的宝血。就是为着要洗清阮的罪，互阮会当甲你有直接的连结，得到永生的盼望。这是何等的恩典啊！感谢我的主，哈利路亚！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时，咱做伙用诗歌来敬拜，来学乐这位搁我的主。何等恩典！平静喜的心，含好伫你面前，开我心吧，互我看见，引导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上帝伫咱的生活、工作、学校中的帮助，也是得到咱生命中济的需要。咱做伙来向伊来献上感谢，甲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伫过去一礼拜看顾阮的生活，无论是伫工作中的挑战，还是伫学校中的学习，你拢赐予阮有够遐的恩典甲体力。上主啊，感谢你加做阮的瓦靠，赐予阮每一天的仁者甲平安，求你继续带领阮头前的路。感谢我的主，哈利路亚！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健康、工作，也是咱甲因之间的关系，拢爱求上帝亲身的看顾，来，咱做伙来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亲人、甲朋友，会当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你保护长辈甲艰苦的亲友的身体健康，祝福因医治甲平安，也求你看顾大家的工作，伫经济甲职场的压力之中，祝福因智慧甲安稳。上主啊，阮也会为着家己甲亲人朋友的关系来祈祷。有时，阮会冤家，会无理解，甚至失去耐心。求你赐予阮疼心甲宽容，互阮会家成做充满贴心的所在。感谢主，哈利路亚！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平静心的心，安好伫你面前，为我心吧，互我看见，引导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那对你来的温柔降低，无定问题。伫这个世界，咱不只为着家己来祈祷，也应该为着这个世界来祈求。今仔日的世界不断有战争，周围拢充满不公不义的代志，所以咱需要求上帝亲自来掌管，咱做伙来为这个世界的和平来祈祷，咱做伙开嘴来祈祷。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为着这个世界和平来呼求。阮看见乌俄之间的战争已经足侪年啊，即马阁有美国、以色列
甲以来的冲突，也袂煞。上主啊，求你的怜悯临到这个充满战乱甲惊吓的土地，安慰迄个失去家园甲亲人的百姓。求你的互阮，互这个国家的领袖，拢有追求和平甲公义的智慧，因为你才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感谢阿拉主，哈利路亚！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用尽心的心，行到你的面前，为我心吧，予我看见，引导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强美，无定阮的。最后，咱将今日的主日礼拜完全交托上帝。无论是伫敬拜时，是圣歌队献诗的时，是无私的信息，以及所有的天书，咱拢要求上帝的信心来运行伫咱的中间。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你有信心来到今日的主日礼拜中，阮求你拍开阮的心，互阮用心灵甲信心来敬拜你、阿乐你。阮也要为着无私来祈祷，求你高我伊的嘴，互伊分享的信心，会当感动阮的生命，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日的所有一切，拢会当完全荣耀你的名。感谢阿拉主，哈利路亚！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邀请大家起立，做伙来诗歌，来敬拜咱的上帝。用尽心的心，行好你的面前。心吧，予我看见，引导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强美，予你
感谢主，感谢你用好顶的恩典来帮助我，而且咱要接受你的好调，来到你的身边。主啊，感谢你，互阮有平静甲安息的心，互阮有满足的丰盛时刻。为我
敬拜你，来用阮的大声来唱出尊严而乐你的名。来，大声的唱，大声的唱，哈利路亚！来，大声唱，来，大声唱。近期106首，我打实在免歌上美。我打实在免歌上美，通欢喜，通欢喜，因为我主对是个天。通欢喜，通欢喜，你那个我以后我是，我先真心永不交易，为今条条路路应是，通欢喜，通欢喜，我当年也无归。
好做阮像天，我日出来亲像安尼，真欢喜，真欢喜，得着感情个我个你，心可以，心可以，我可叫主应我无心，心可以，心可以，我叫星星在我挂里，好在你玫瑰主无离，是后就天点出生命，应可以，应可以。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的上帝，你无限的恩典，显明伫主你告我，拍赢魔鬼的关系、死神的关系，对死告我，带来人类生命的改变。主啊，阮唱感恩俄罗的歌声，是阮知，阮已经拢有份伫主告我所带来生命的拯救、恩典甲祝福。愿阮用着告我欢喜快乐的心，也用着主告我的大能所予阮的领受甲快乐，来伫主面前学了敬拜，来伫人的面前来见证宣扬，也伫阮信仰的顶面来坚固甲确信。感谢主，愿今仔日的敬拜归荣光伫主，愿众人拢得到圣神的感动，大家人领受这个至宝贝属灵的快乐甲权柄。愿阮的敬拜，主你的名受到高举。每一个兄弟姊妹，愿对心底唱出俄罗的歌声，对心内发出阮的祈祷甲恳求。愿主你亲自伫阮中间来应允、来保守、来赐福。阮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开声来祈祷讲：阮伫天li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旨你成，伫第二日亲就是天理。阮的日时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引带阮入去试，叫阮脱离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落去。阿免。大家请坐。启应文第6篇，诗篇第16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引。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袂参与遐个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学了，甲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谢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撒伫阴间。你的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这是咱同心来祈祷。至关荣光的上帝，感谢你听阮遮尔深，圣囝耶稣受定十字架，互阮每一个
相信耶稣救赎恩典来悔改的人，阮的罪拢得到赦免。像即款的恩典，比山、比天较悬，比海较深。阮感谢你，互耶稣基督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的大能力，嘛是上帝恩典要互阮伫基督内得胜的能力。因为安尼，互阮的心充满了愿望。主，阮感谢你。尊贵、荣耀、圣洁、公义、能力，拢属伫你，阮的上帝，阮的爸。阮敬拜你，尊重你，阮全心全意听你。阮的一生拢较无你，哪落较无溪水。天父，阮的上帝，但是阮犹原有软正，教会嘛犹原有软正。阮的罪伫阮的面头前，常常敢若海沙遐尼啊济，袂当通算。求圣神提醒阮。认罪悔改，靠着耶稣基督搁活的大能力，阮无搁互罪捆绑。阮毋是软正的，乃是刚强、仁爱、坚守的。感谢天父应允阮，住伫基督内底的人，是共款领受亚伯拉罕的福。你要将各项的慈爱甲丰盛，要赏赐互阮。哈利路亚！愿天父介意阮的敬拜，愿天父介意阮每一首所献的诗歌中的祈祷甲学乐。愿你荣耀的工作济济伫富强教会来开展。愿天父上帝，你教示阮、塑造阮、带领阮、启示阮、提升阮的境界，帮助阮有上帝国度的眼光。无论阮每一个人的工作是伫对一方面，求主带领阮胜过撒旦的搅扰，帮助每一个人成做圣洁的国度、尊贵的祭司、属神的子民。求主开阮的目睭，赐予阮能力，会当看见你要爱阮看见的，听见你要爱阮听到的，行出你对阮的呼召。求主提升台湾的正教会甲富强教会的境界，你赐落国度的眼光，教示教会伫现今的世代应该安怎来祈祷，安怎来行动。感谢主，你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讲授上帝的话，有两处的圣经节。第一处记载伫路加福音24章36到39节，46到49节。由我来读。迄两个门徒伫讲迄两个门徒伫讲遮个代志的时，耶稣亲身踮伫因中间，对因讲。愿恁平安。因也惊也喘，想讲是看到鬼。耶稣甲因讲：“恁是安怎不安？心内哪会怀疑？看我的手、我的脚，确实是我。恁摸就知，因为鬼无骨无肉，摸看觅咧，我拢有。”对因讲：“圣经有安尼记载。”基督着受苦难，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搁恁着奉伊的名传悔改来得到赦罪的道理，对耶路撒冷去传到万国。恁就是遮个代志的见证人。我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代你，着伫即个城听候，
到恁得到对顶面来的能力。第二处的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章1到3节。提阿菲罗先生伫我所写的头一本册，我已经有将耶稣所做、所教示的一切代志，对伊开始工作，直到上天迄日，拢有讲起。伊上天以前有通过圣神，将真侪代志指示所竞选的使徒。伊受害以后，有用真侪证据显明伊本身活地。伫40日的中间，有显现互使徒看见，对因讲论上帝国的事。以上愿上主赐福，互听叹伊、搁听伊话的人。献诗，咱请圣歌队今仔日所要献的诗歌是诗篇23篇。献诗煞，咱要请夏牧师讲道，伊的题目是奇异恩典50天。我
哈利路亚，感谢主，多谢圣歌队以后的歌声来带咱敬拜上帝，向你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过活节了后的第一个主日。事实咱若是照教会历，咱会当讲主过活到上天到圣神降临节，就是耶稣过活了迄个奇妙的50天。今仔日牧师要通过这50天内边耶稣所行奇妙的事，做一个分享，互咱明白啥整个人类历史伫这50天中间大改变。咱要分享进前，三角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赐福阮，互阮伫你的内面领受到这个奇妙主耶稣过活带来的大权能。但基督徒，无论是圣经读偌济，阮所确认的是耶稣过活所带来的改变，也当印证着对旧约到新约，阮所看圣经上帝话对阮的启示。愿阮因为安尼更较清楚、更较明白、更较坚固阮的心。伫你面前，阮恳求圣神甲阮同在，陪伴，互阮得到美好的学习。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50天，咱会当用真侪角度去了解。咱知影五旬节就是这50天的另外一个意思。咱今日咱读的两大经卷吼，事实就是等于是一个概论啦吼，概论。因为牧师有一个感动讲，咱这个过活节了耶稣做的代志足详细啊，但是咱拿一个较简单、较特殊的称呼来甲伊表示，安尼咱会感觉讲，安尼简单搁详细就对吼，简单搁详细。所以你若讲这50天耶稣要讲的，即个所做的代志吼，事实咱拢会使伫这50天内底查考这几段圣经，无济哦，就是马太尾仔章28章，马可福音第16章，路加福音24章，今仔日咱读的这章，去约翰福音有2章20甲21，足好找，你著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甲并上后壁来看就知啊吼。若佮加上圣神降临，就是《使徒行传》第1章甲第2章。这个经节，互咱有甚物款的学习呢？互咱会当真甲迄个焦点注目伫耶稣过活上天、圣神降临这段时间，上帝奇妙的作为。这个奇妙作为，咱能透过这个经节来得到学习。奇妙恩典50天。路加福音这段是牧师带一个背景吼，咱若会当详细看路加福音的24章全章，咱就更较清楚啊。事实对这个起头开始，讲耶稣对门徒来显现，36节其实就是耶稣伫这个路加福音足完整的记录，就是伫以马五斯以马忤斯，耶稣对两个门徒显现，两个门徒行路安尼无精无神，安尼真安尼亚懒，也是讲真惊吓，要行以马忤斯，耶稣陪伴因行。到36节就是耶稣已经甲这两个门徒见面了啊，显现了啊，甲因做伙食饭了啊。因两个门徒讲原来甲咱做伙行路的是咱的主哦，因拢袂认得就对啦。36节就是两个门徒，搁来见这的学生啦，耶稣的学生。这段是咧讲这。伊讲两个门徒在讲这的代志的时候，耶稣搁现身啊，就是伫以马忤斯的迄个路程单独对两个门徒显现。即嘛，门徒受感动，倒转来伫耶路撒冷，甲这的学生亲身搁表达这的代志的时阵，耶稣搁显现一摆，甲因讲愿你平安。但是讲罔讲，听罔听，迄惊吓要伫咧啦。讲这的门徒呢，惊也错，搁惊搁错。
想讲是看到什么？看到鬼。安尼显示讲，迄个时阵门徒根本都还阁无心理准备。有听见讲梦的石头开啊，嘛有听过玛利亚听过伊遮门徒讲的事，但是因无家己亲身看到，一直还阁囥伫怀疑中间。所以耶稣就甲因讲：恁是安怎不安啊？心内哪会犹豫？看我的手，我的骹，确实是我。恁望就知，因为鬼无骨无肉。望看嘛咧，我拢有，表示耶稣佫甲一个伫世间的肉体的身躯，佫我的身躯，亲自学生来验。咱就想讲，事实耶稣若告我伊所做的代志太多啊，是哪都爱佫互这学生去望去验呢？这就是耶稣一个医治的开始，耶稣一个改变、一个坚固的开始。所以要互学生对惊吓、对犹豫、对恐慌。倒转来讲，我3年久所对的老师，确实照伊所讲已经告我。这段咱拄则无读，我佫甲伊插伫内底，互咱知影专庭啦吼。耶稣甲这学生佫煞接什么？讲了就将伊的骹甲手互因看，哇！因即阵欢喜，甲毋敢相信，欢喜甲毋敢相信，因为感觉奇怪的是耶稣讲安尼。望了无够，来做伙食饭就知影啦，嘿，耶稣足奇妙的若要甲学生亲近食饭就对啊，做伙啉食就对啊，因为这是人类上基本的需要，所以用这个来甲这学生交陪，讲恁遮有啥物通好食无？伊咱怎？因就摕一尾烘好的鱼互伊食，伊就伫因的面前接去食。因这门徒真侪拢是掠鱼的啦吼，奇怪无用其他面包啥货，生鱼互耶稣食安尼。讲后来耶稣就甲因讲，摩西律法甲先知的册以及诗篇记载关系我的代志，一定着应验。这话我要甲恁做伙时，已经甲恁讲啊。耶稣佫甲因复习啦吼，上课了袂记啊，考0分啦，佫定考，佫定复习安尼佫定复习。讲到复习实在是人真容易健忘呢，嘛容易疏忽迄个重要的。咱嘛知影讲，咱台湾过去一段迄个历史，有经过真侪苦难、真侪艰难即个日捌打过。咱嘛真侪人知影讲，少年人拢毋知影迄件代志啊。讲最近台湾有一个活动叫做补考讲。早前咱的先辈因安怎受苦？耶稣伫遮甲因补考呢，讲我拢已经甲恁讲啊，但是重要的个45节，讲耶稣就开因的心窍，明白圣经，即句话真有意思啦吼。咱有时讲读拢无咧，读拢毋知，读拢无感觉啊吼。兄弟姊妹，咱是毋得读圣经一年读一摆？你读过去，佫无去啊！你爱甲主讲，主啊，开我的心窍，互我的心窍明白即个话对我讲什么互伊明白圣经啦。了后，咱佫接拄则咱读的第2段圣经讲，伊就对因讲，圣经有安尼讲，记载基督着受苦难，第3日对这人告我，恁佫着奉伊的名传悔改来得着赦罪道理，对耶路撒冷去传到万国。耶稣甲因解释，甲因印证伊告我，了后甲因差派一个命令。这甲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是同意思的。讲恁着去传悔改福音，传到万国安尼。恁就是我遮的代志的见证。我将我的爸所应允交代恁，着伫即个听候，即个城听候，到恁得到对顶面来的能力。咱就知影讲，耶稣叫学生讲，恁先明白我告我到底什么代志，然后恁有受差派要去传福音做大使命，毋过毋通急，毋免赶，恁来听候，来领受即个属灵对天顶来的能力。伫即段经节，互咱看到2项真重要的关键：白白这学生，白白这人。耶稣告我，因还佫惊吓咪做伙，无法度人好决定要安怎做。因为已经3无长啊，毋知要安怎做。耶稣讲对因显现，
证明伊是高我，这第一个，这大新者大的改变。第二，讲开因的心窍，较早老师教的袂记的不要紧，搁定来复习一下，开因的心窍，互因明白圣经，过来甲因讲，恁毋通靠家己的血气啊，毋靠家己的迄戆用就对啦，请会记得爱听候对顶面来会开力。啊，即个短短一段经文，拄啊好甲即50天耶稣所要爱做的代志，做一个足安尼浓缩，啊，开做清楚的交代安尼。啊，事实，咱即个使徒行传吼，就是路加的下篇的对啦，路加写路加福音，搁写使徒行传，啊，所以随接落。路加继续讲提亚菲罗先生就是当时的一个统治者，讲我所写的头一本册，就是咧讲路加。我已经甲耶稣所做的代志，对伊开始工作到上天一直拢有讲起。路加咧讲这段话是咧表示讲，伊写互即个提亚菲罗先生讲的话，我已经甲路加拢写好啊，拢甲你讲了啊，只嘛我要甲你讲下一段。咱知影讲，有真侪古早时代的人，为着要互迄本册搁较受重视吼，拢会提名讲要送互倒一位啊。啊，所以你若看讲啊，我写的普啊，你嘛爱概念讲，我是要送互即个提奥菲罗先生吼。啊，恁着好好甲重视呢，毋通爱甲放的、甲拼的、甲单调呢。牧师伫少年时阵吼，捌去芝加哥进修啦。啊，迄阵吼，伫迄芝加哥大学附近吼，有一两间迄旧册啦，啊，足趣味，去遐说，去遐看。啊，变吼，有看到一本册，印象足深，真趣味。一本吼，比咱讲台顶这本吼较细小块，一本新约圣经，啊，实在是中文的，伫美国看到中文圣经啊，啊，真大本啊，印啊足水哦。啊，我就好奇，甲掀起来。原来迄本圣经吼，是较早的迄个啊，比和合本搁较早期的，即个文理本的，就是较文言文的就对啦。但是吼，迄本圣经的方面有写即句话，写讲吼啊，阮即个欧洲也是美国的即个宣教师。专工甲这本圣经要来献互咱的即个慈禧太后安尼吼，伊讲献互慈禧太后，啊表示讲因万讲这本圣经因有挂名慈禧太后，恁知迄阵慈禧太后就是清朝末期的上权力的人啊，啊所以大家遐官员嘛会讲，哎，哇，咱这慈禧太后有一本册，我嘛来读看嘛咧，啊这嘛是传统因为一个角度就对啦吼，一个角度。啊，当路加就是用这个意思表达，这提奥菲罗先生这本册要互你看，事实是要互你啊官员兄弟姊妹看。啊，耶，这段交代什么呢？伊讲有甲耶稣的代志讲了，啊，到上天拢有讲起。但是伊佫讲一段话，讲伊上天以前有通过圣神将真侪代志指示所竞选的使徒。伊受害了后，有真侪证据显明伊本身在活地，搁伫40日的中间有显明，互使徒看见，对因讲论上帝国的事。路加搁甲2、3节圣经吼，啊来简单描述讲耶稣过我40日伫世间呢，奇妙恩典50天，用一个短简单的描述，互咱兄弟较紧掌握。你若讲我感觉听了无够吼，转去厝。甲4本福音书的尾仔章，搁使徒行传1、2章读一个。咱顶2礼拜，咱毋是咧受难周吗？咱受难周就是请兄弟做伙来查考耶稣开始受难迄礼拜的内底经战嘛。迄内容继续做哦。即马过我只50天，其实经战无济，好读，会当真好来掌握吼。对过我到圣神纲念做，都是50日。这是基督徒的信仰中间吼，
关键的时期啦，关键的50天，标志什么呢？标志着当对耶稣战胜死亡、重返荣耀，最后找见圣神进入教会完整过程50日。会当分几段，咱会搁较清楚。第一段就是耶稣国啊的显现，初期显现就是咱顶礼拜所学习到的，马达勒的玛利亚，搁以马五书的2个门徒，搁对10位门徒显现。当时多马无伫咧，毋则会搁约翰福音记载讲，耶稣搁特别甲多马讲，讲你若有信就得到福气啊。蒙召伊安尼，这是第1日到40日。伫这40日中间显现，就是来坚固多马，因为8天了后，伊搁显示，互多马看，多马望伊的伤痕。搁伫约翰福音搁记载一个所在，就是伫提比利亚海边，耶稣为着门徒准备早餐，而且3摆问彼得讲：你有听我无？你有听我无？重新来恢复彼得的呼召，这是这40天内底重要的几项事啦吼。最后强是啥物？就是咱拄则也有读颁布大使命，伫马太伫拄仔咱读的路加福音拢有讲起着伫加利利的山顶，耶稣要上天以前，吩咐门徒爱去做使徒，互万民来归信，来做伊的门徒。这40天。拢伫咱即几章的圣经在内底，咱加读几遍，互伊明白这个代志。然后伫第40天，耶稣上天。40天耶稣上天，耶稣带门徒去到耶路撒冷附近一个橄榄山，但是伯大尼附近无偌远。伫上天迄个时阵，伊有做啥物代志咧？伊有做最后的应允。应允啥物？上重要就是讲，你看我上天。要看我安怎来？搁来是讲应允圣神要降临，要互门徒得到能力，就拄则亲像咱拄则所读的即个路加福音的后壁段，讲恁爱听候啦，听候即个顶面来开力啦，毋通家己照家己的想法安尼做来做去，拢加了工的，这是最后应允。搁来有上天，圣经记载讲耶稣伫伊的面前就是被接上天，有一个云彩甲伊接去安尼。然后有天使伫遐来有言，天使伫遐宣告讲：，即个离开恁被接上天的耶稣，恁看见伊安怎上天，也要看见伊安怎来，好，安尼咱讲50天，这是若是40天，40天耶稣上天，搁来呢，耶稣搁有10天的时间门徒安心听候。明领袖对天顶来圣神，用10天的时间，这门徒祈祷、听候、备办，毋是懵懵懂懂，因为因还搁咧修复的中间嘛，因还搁咧复原的中间啦，伊搁重新确定因的信心的时间嘛，所以有10天的天候啦，就40天到50天，这段时间是有备甲当心的时期。圣经有记载讲，伫马可楼的顶面的祈祷，马可楼的祈祷。有120人伫耶路撒冷一个楼房内底同心合意切切的祈祷。所以是为何咱有真侪教会因设立的祈祷房拢叫做马可楼。特别若讲有关楼的所在佫号做马可楼真安尼真下这个称呼啦。因为这是要比较亲像当时门徒因安尼无冲动啊。因知影耶稣交代，确实都爱遵守，所以伫10天的中间安静祈祷、灵修、陪伴，来修复因甲主耶稣共伫做工的时阵，伫做学生的时阵所领受到侪教示，等于重新沉淀、重新复习、重新补课，然后伫遮个代志中间有一件事，咱嘛有看到圣经的记载，就是因补选文使徒啊。咱知影讲到犹大背叛耶稣到最后伊去死于非命嘛，去死嘛，死去啊，减一个门徒就减一个所以因就门徒伫彼得带领下面选出马提亚
来补犹太留落来的欠缺安尼。然后，伫圣神降临节第50天，五旬节就是安尼来50。伫五旬节吼，英文叫做 Pentecost， 就是甲类似足亲像希腊文的即个字啦。即个 Pentecost 就是50的意思，50。咱嘛有知影讲，伫遮基督教的教派中间，有人家一个教派叫做五旬节派。五旬节派就是讲真注重圣神，就是讲即个圣神降临。圣神降临就是咱后壁面使徒行传迄个重要的关键，因为圣神降临了，门徒大改变。所以兄弟姊妹，这50天看起来是短短无2个月不过却是基督教历史上大。若讲翻天覆地啦大改变。这大改变，咱对咱有什么款的提醒甲启示咱知影讲这五旬节，原来伫犹太历的中间就有啊，伊是咧庆祝修成啦，叫做七节，749天嘛，第50天，即摆来加上耶稣过活第50天，然后圣神降临，拄好甲进前的修成节，佮新的即个节期耶稣的圣神降临初见圣神降临，两个合做伙，所以这五旬节就伫新的新约的历史内底放伫内底。所以对搬过节耶稣受难甲过活的背景，第2日算起，经过7个安息日啦第50天叫做五旬节。所以这变做一个象征，叫做得救，亲像出埃及甲过活、旧约甲新约的比较，佮有得到生命的能力。摩西颁布律法，佮后来圣神降临，有2个对照，这有真奇妙的对照，旧约甲新约的对照安尼。所以这段时间的时间轴会当显示讲上帝一个真奇妙的计划啦。对过活的证据，到9天的主权。最后是圣神带来能力，这50天叫做奇妙恩典，奇异恩典。那这个书内底，咱过来会当搁复习，咱简单提起就是第50天有圣神的充满，讲门徒聚集的时阵有声，亲像大风吹过，指头亲像火降临伊的头壳顶，这是咱。过来要纪念圣神降临节的这个一个影像，一个形象。第2就是讲因讲方言啦，甲见证门徒受感讲各国的方言，宣扬上帝大作为。过来就是教会诞生，因为迄天彼得受圣神感动，伫众人的面前，伫耶路撒冷大宣讲讲道，当日讲有3000人受洗，教会。对遮开始诞生啊！兄弟姊妹，咱会复习遮就是讲，互咱小可了解耶稣过活，到圣神降临这50天，耶稣做奇妙的事。咱家起来伫今年啦咱用迄个时间、迄个节期的这个时间轴，咱甲看，配合咱今年的日子，就安尼安排。第一，4月初5顶礼拜耶稣过活，4月初5用咱今年的日子。那第1天到第40天，就是4月初5到5月13，就是耶稣拄则咱讲遮显现了后的教导，显现互学生看，显互遮门徒甲因教导，甲因医治。伫第40天，若照今年的节期来，就是5月14。一般伫西方的教会较有咧注意啦，就是讲伫拜四，拜四就是耶稣升天日。耶稣升天日，因为照时间算，因为用礼拜日做过活节嘛，40天一定是礼拜四嘛，才好算。只是逐年无共款安尼尔伫5月14，就是耶稣上天的日。过来40到50，5月14到5月24，这10日咧，就是门徒咧听候的时刻。咱伫今年5月24，就是要欢迎圣神降临节。咱伫迄天。伫遮，咱要举行圣餐，过来纪念耶稣的救赎。上是咱台南的第1小区啦，咱台南正教会嘛已经决定讲迄下晡嘛要来咱教会做伙
来做圣神降临节的感恩礼拜。这嘛真欢喜，因为咱教会拄50周年，所以50天甲50年真有意思，真美好的连结吼。兄弟姊妹，这奇妙恩典50天吼，要搁进一步，搁来小可想一下。这个50天到50年，对咱富强教会才是真奇妙的印证啦。咱会当用这中间这50天2个事件，来较有印象的事件，搁来印证这50天上帝最后所奇妙的教示甲指导吼。第一就是以马忤斯的路上，拄则咱有读讲路加福音。咱今日读的这段就是这个故事后壁所写的。以马忤斯的路上的学生讲对目睭蒙蒙雾雾，到心内火热啦吼。这段故事咱会当家己做复习哦吼。伫马路加福音这段24章13到25节有20几节的圣经吼。是安那会有这款的改变？咱来看，第一讲。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教导，说明了什么？上帝话加上甲主同齐道，来赶散这个学生迄盲目，就是讲安尼沙无长，一个异地的约。耶稣用陪伴，用上帝话来互学生明白伊的教法。所以头一个是2个学生吼，蓝色的字是写敬赞啦吼。讲2个人的面容面带羞容讲阮所来所仰望要救赎伊，即个百姓就是伊。伊啥拢无讲阮咧期待即个主哪会去互定是一个，讲真迷茫真哀伤啦。因有正确的资讯哦，因为有听到俘虏报告意思讲就听到耶稣讲话，因有听到安尼，毋过啥拢无所以毋则会讲无确实的信心。佫含落伫较早耶稣受死迄款艰苦，佫袂出来，就是伫以马忤斯这条路，这2个学生的一个实际写照啦。但是呢，耶稣先背叛因拢袂认出伊啦。所以圣经的启示是对摩西甲众先知起，经上所指家己的话，拢甲因讲解明白。耶稣无接受背叛因讲。古早迄个行路吼，安尼无其他的议量啦，就安尼慢慢行，慢慢行，可能上骹，所以吼上好通讲话就对啦，上好通对话。耶稣讲对摩西吼，甲众先知拢讲互听耶稣无讲显形大神者，伊大声用旧约的语言、这话语来建立这个根基。到最后，直到伫一个庄社，因较大一个所在。那些个字讲，到咧坐倒的时，耶稣摕饼祝谢擘开互因，这就是圣餐的动作伫团契甲擘饼中间，对理性的认知转化做属灵的看见。耶稣无安尼足接受讲，恁2个哪会遐笨饭桶的遐戆我明明伫你身躯边拢啥拢无，伊就是安静。照伊的过程，一个一个甲伊点开，甲伊点看，到最后学生讲看到饼，摕到饼，目睭就开所以学生改变了，所以因就安那行动的转向。圣经记载讲，因就立刻起身，倒转去到耶路撒冷。过来就是咱煞接拄则读的圣经。因原来是逃避要去以马忤斯，的确有啥物原因嘛？离开耶路撒冷毋知去遐要创啥，反正就是闪开迄个是非地啦。若毋拄去互杀掉就麻烦闪开，搁咧忧伤，搁咧烦恼，搁咧犹豫，耶稣用即个方法甲因转回转来。原来是逃避变做见证，因搁倒转来学生自习的所在。这是其中一件耶稣学生修复的一个过程。搁另外一段更较出名，就是咱知影彼得。彼得的修复就是记载伫约翰福音21章1到19节。彼得对3摆否认唔认主，到3摆受托。
哇，这嘛是另外一段，嘛是咧食物件呢。所以耶稣吼用食物件来传福音，来教导，迄是足重要。所以食米吼，毋是粗俗的哦。食米有时是一个真奇妙的时刻。人若枵吼，真侪资讯就会发生啊。人若枵，有时真侪资讯就会走入来。讲这是一场伫海边用火炭的边仔一真标准的议题啦。耶稣的收获是啥物？先互学生食饱，然后再医治因的心。兄弟姊妹，你会记得无？咱教会定咧办迄个福音餐会啦、福音地会，迄毋是安尼乌白开钱、乌白压咧，毋是咧。先饱肚饱足，心就开啊。耶稣先甲学生做伙食饭，然后医治因的心。耶稣无责备彼得，讲迄面是安怎逃走的，是甲伊问讲：你阁有听话无？无有责备的话哦。即甲咱讲服侍主的动机，毋是吼啊，我无啥物见识，我逐项拢做啊足好的，毋是啦，是你有听主无？吼，你感觉我逐项拢做啊足基本的、足应该的，拢无欠点，这毋是你基本的态度，是你有听主较要紧。啊，即3摆咱内容足详细，牧师简单讲过。第1摆，耶稣问讲：你听我比这个较亲嘛？这就是要破碎彼得以往家己的骄傲。较早彼得拢话大声的讲，众人离开你，我嘛无爱离开你，安尼吼，拢行头拔的就对啦。但是呢，伊要医治，要互迄个骄傲的彼得真正受医治，所以伊甲伊讲：你饲我的羊啊！第2摆，搁一遍问讲：你有听我无？彼得无搁再挖靠家己血气的冲动，是谦卑承认家己的软弱。所以耶稣讲：你来饲我的羊啊！第3摆，搁问讲：你有听我无？彼得因为第3摆问吼，伊就忧愁起来啊，彻底面对迄摆3摆毋认主迄种的创伤啊。较早安怎毋认主？耶稣讲：不要紧，我搁一遍遍甲你医治。你有听主无？你有听我无？你饲用我的羊。耶稣伫国外了后，伊治的模式，有2个赞处吼，有2个赞处。对门徒医治有2个赞处，拄则咱所讲的吼，这个书内底会当有一个经历就对啦吼。这2件事件也常常是咱基督徒上容易拄着的，迄个低潮。咱拄着的人伫属灵的顶面，也是服侍顶面拄着的软弱。第一，咱毋知影上帝的工作。以马忤斯的路上，2个学生啥拢无，咱的主毋知爱我做啥货。你有时伫咱教会服侍中间，你讲啊做这是有用，哦无效，敢有路用？吼啊加做的是毋是？无明白也上帝的意思嘛？好调毋知影上帝的意思。第2种是，你有捌失败，有捌跋倒，你是毋是有定心爬起来？面对家己失败过，迄个过不去，你行袂出来。耶稣用这个方式来医治彼得。以马忤斯是伫理智的层面啦，伊透过解释圣经，解决因对受苦弥赛亚迄神学上的困难，因为因一直咧期待是一个英雄来拯救因，但是受苦弥赛亚因拢毋捌。耶稣用圣经的话甲因解释，然后伫生活的顶面，就是帮互遮的学生伫海边掠鱼的时阵，供应所欠缺。圣经有记载讲153尾大鱼啦。有人就用这个圣经来解释讲，这153吼有特别的意思哦，迄数字有意思哦，是代表世间万民的意思吼。是证明讲耶稣有关关心伫遮门徒基本的生活，然后甲是一个灵魂的层面，耶稣甲学生的彼得的对话，海边的对话，透过听的回应，将迄个罪的感觉感化做承担的能力。兄弟姊妹，真侪人吼对耶稣告我吼故事可能会真清楚，但是有人捌反问啦，就是讲一个诘问，讲学生看到耶稣告我也无看到啊，你要证明讲耶稣告我，迄拢嘛恁讲的，
包括当时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过啊了后，有遐个希律王因去定人哦，讲哎呀，惨啊惨啊，耶稣无看到啊，因就编一个谎言呢，讲迄是门徒甲偷走的，为着要证明耶稣讲的话是真，超工去甲迄个石头割开，甲耶稣偷走，才证明讲伊过我吼。这个嘛是真侪故事，拢伫迄个所在来印象。但迄天我有看到一个回应，感觉真有意思啦吼。伊讲，这50天到底有啥物变化呢？那照当时讲的讲，耶稣讲我是谎言，是学生家己编的？伊咧反问啊，反问讲，咱来甲想吼，学生当时耶稣互人掠去顶是给走了了啊，感觉惊啊要啥嘛？哪有法度人讲一直见证耶稣告我，佫为着即个告我来见证，迄个见证毋是讲徛伫遮，像牧师徛伫遮吹冷气讲互恁听尔呢？见证的时阵就是违反罗马的法律啦，就是违背当时的大祭司的要掠人的迄个命令啊，是有性命危险的，所以受掠受抬，然后解散。你反问的意思是讲，好啦，准讲耶稣告我是假的吼，这学生敢真正戆戆啊，讲都代志发生了啊，闪就闪啊，啥佫敢出来见证，然后甘愿为着这个见证来死。死毋是干那迄阵看到耶稣告我迄阵学生哦，是历历代代，一直到罗马承认耶稣是救主，是承认基督教，用300当去啊。一个谎言会当影响一群人300当的遐学生，一直为着这事，甘愿去传福音、见证、牺牲。像这位，伊讲用逻辑来想吼，世间无一个谎言会当影响300当，这学生犹原继续为着这样代志咧见证咧拍拼。唯一就是这个是事实。然后这50天，伫这50天，耶稣整个改变这个学生，所以咱嘛看见有真侪迄个短片咧记载讲，这12个学生吼，大部分拢是为主顺道啦。彼得啦，本来的学生吼，而且是倒顶是一个啦，吼正本的圣经无记载，伫别种的经典有写。彼得讲：哎呀，我袂堪一啦，我3摆毋认主吼，甲耶稣顶是一个，我哪有迄个？无迄个资格啦，请你甲我倒定，倒掉就对啦，来定死。本来的学生是安尼，兄弟姊妹，50天改变历史。我要最后要讲的是讲，兄弟姊妹，咱富强教会是50天呢。50天，咱行至50许年，咱是毋是甲这50天延伸到第50天？50天，50天。上帝伫学生的顶面做奇妙的工，咱回顾这50年，敢毋是上帝也伫咱身上，甲迄个国外大官员甲开力，伫咱这50天内底奇妙的运作，所以咱来纪念，咱来孝念，咱来庆祝，咱来学乐，咱来做见证。毋茫50天奇妙的作为，成做咱50天感恩的记号，这是咱。今仔日咱拄好庆祝50许年，一个真奇妙的对照，50天到50天，愿主将这个奇妙恩典50天，真做咱奇妙的记号来感谢上帝。兄弟姊妹，咱要来吟一首奇妙恩典，咱真熟的圣诗吼，奇妙恩典。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要吟1节、3节、甲5节，135就好吼。咱坐咧吟，咱来回应主的听。这个歌词吼是新版的歌词，第1节、第3节、第5节。奇妙恩典，何等甘甜，我最去，将我的背大地。是别
三十，经过做做历练落梦，为业要我苦他，做阮带我愿阮看我面的希望，成多三基的主生命，那里更叫我的我已经是主叫你，我高万里。我师来带咱做伙祈祷，主阮的上帝，奇妙恩典50天，对照着富强教会领受恩典50年，俾上帝，阮看见主耶稣过活了50天奇妙的作为，对伫惊吓逃走、唔敢见人的门徒，转化做领受大使命，勇敢为主过活来做见证。主啊，这个属灵的官兵甲开力是何等的大，是改变整个历史、人类历史的开力。主啊，阮富强教会也共款领受这款的祝福恩典。愿主互阮通过50天来看这50年，拜上帝，你的大恩继续甲阮同在。50年印证着50天，主耶稣找圣神降临，阮就是要重新再起。亲像使徒行传重新写出新的篇章，来做见证，来看见主奇妙的作为，招万人真侪你的学生。主啊，愿放这个恳求甲祈祷，愿主你亲自应允。拜上帝，我也求你保守教会中兄弟姊妹，大家人彼此关怀、照顾、扶持，坚固彼此的信心。互阮伫软弱的时阵有上帝的扶持，阮对着困难的时，伊伫陪伴甲祈祷，上帝阮定心伫着开力。阮有兄弟姊妹拄着病痛的，主啊，愿阮确信主你医治的权柄，通过主你的恩典甲赐福，互病痛得到医治。也阮拄着艰难、困苦、死失，也主你的平安临到伫阮。50天的大关联的开力，今仔日要由愿的继续。愿主将这款的痛，甲阮三甲伫地。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现即位伫咱今仔日吼，咱的这个后壁面的奉献甲报告以前呢，咱阁有一个特别的见证时间吼，就是咱这个54期的中保大道时间伫4月底就会结束，过来咱吼。55期就要搁开始啊！咱今仔日呢特别吼，有咱的中保大道的团长子宝老师要来见证。总是见证进前，咱先看一块底片一个底片来了解、来明白来。呀，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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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主啊，我一天7次的赞美你。我生命时时刻刻都要来赞美你，我每天都要称颂你。当我来到你的宝座前，我就是要来赞美你，哈利路亚！我参加中保代祷服事，我的心就是想要尊荣神、赞美神。我想要透过神给我的这个祷告的权柄与恩典，来成为神的器皿，来成为人的祝福。阿门。谢主，我有机会参与伫中保大道，为侪人来服侍。感谢主，会当去人大道，真正欢喜。我参加中保大道是因为我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在中保大道里面，他们的祷告里面得到应允。感谢我也觉得，我希望在这一方面有一个学习，能够在跟其他的中保大道的
我觉得为有需要的人祷告是很蒙福的事情。用1个小时的时间祷告服侍，我自己也很喜乐。我可以在祷告室灵修，然后当自己软弱的时候，可以在祷告室祷告，也可以帮别人祷告。我觉得参加中保代祷，可以祝福别人，然后也可以帮助别人，然后这是我最大的荣幸。那我也可以祝福我自己，所以我很开心。参加代祷服事，为代祷卡当中软弱、病痛的人祷告，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服事。我是感觉讲，这个基督徒吼，上重要、上需要的就是祈祷啊，可是这年纪也袂当做啥物，只有想讲，有不管为家己为别人，拢介需要的事吼，我就参加这个事工，代祷的事工。在代祷中，我发现大家有很多苦难的地方、软弱的地方，所以我决定加入这个服事，让大家得到更多的祝福。在中保代祷团看到许多的兄姐的困难，为他们祷告，也看到神的应许翻转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更多的翻转和祝福。可以为有需要的人和教会事工所望，我觉得是很蒙福的服事。我是为着集体关怀的心情来参加中保代祷，因为慢点我替人祈祷，别人也替我祈祷，而且啥个祈祷吼，拢得到上帝垂听得到应允吼，这是我对中保代祷真深的体会吼，所以真愿意来参加这个中保代祷的事工。感谢神，让我这个机会向各位见证我参加中保代祷这一项服事。我觉得这个内室的祷告，让我能够去经历别人的困难。当我们为别人的困难在代祷的时候，神就会为我所遇到的困难去解决。我相信神测不透的爱，透过内室秘密的祷告，神的恩典会加注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这是我参加中保代祷最大的恩典。我会参加中保代祷的事工，是因为我觉得祷告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工具，在人生的高山跟低谷。高山的时候，我们可以赞美神；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藉由祷告拖住彼此，然后经历人生的点点滴滴。那我相信，藉由每一次在内室的祷告，我们可以祝福别人，也祝福自己。谢谢耶稣。中保代祷的服事，最早我会想要参加这个服事，是因为我觉得在密室里面祷告，不只是自己的灵修，其实也是为了教会所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代祷。我很享受这个样子的时光，因为这是我与神能够最亲密的一个连接。那在中保代祷室当中，也让我有很多的释放，跟为自己的与上帝连接的时间，所以我很珍惜这段时光。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我觉得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跟传统的信仰有一个最大差别的地方，就是透过祷告的服事来祝福别人，然后跟自己。但是一开始我不会祷告，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我参加中保代祷的服事，然后从在密室中灵修，然后为教会的事工的推动，为有需要的兄姐们祷告来学习。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让我更深的经历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祈祷的时间是每礼拜2早起6点到7点，总是我大概是5点半左右就咱到教会祈祷。
清早伫教会祈祷实在是一个真好的时间，会当大声学老主，也会当为着今仔日规工的工课的开始，准备心。上要紧是透过中保大道，会当为着教会的一个事工，为着兄弟姊妹需要，替因代祷。这实在是一个真好的祈祷的服侍。欢迎大家人拢会当来参与这款祈祷的事工，多谢。我带导10几年来，我真的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自己也亲身感觉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在为教会的事工祷告，为教会牧者的意向来祷告，也能够为所有的这个牧长来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代祷守望是启动神一切工作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源，所以每当在代祷是为我们教会祷告的时候，心里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在数十年后也能够看到神真的成就我们在10年前为教会所祷告的事情，神一一成就，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哇，这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咱拍拍来感谢主，感谢主哈！今仔日呢，咱拍这个片，就是讲准备咱5月16，咱要举办一个这个中部大道的事工研讨会，这是个前置作业就对啦。但是正式要甲咱报告是咱的慈宝队长，来，咱拍拍欢迎伊来先来分享一下。大家平安。其实迄个影片内底已经报告完啦吼。我本来想讲用影片报告就好啊，我毋要阁起来吼。但是有人讲因较爱听见证，所以我嘛用一点仔见证来分享吼。咱今仔日虽然用无相像的方式来分享咱的来推广咱的中保大道，但是咱就看到这内底较19个人尔吼。其实咱有103个人次的大道吼，佫有做者同工无翕伫内底，因为无法度一个翕，未来会佫继续拍摄啦吼。因每一礼拜拢会伫大道室，有诶是1点钟，有诶是2点钟，吼伫遐服侍。咱内面有退休诶牧师，嘛有长老，有小组长，有执事，热心诶会友伫内面咧参与祈祷。常常看伫内底诶祈祷，实在真感动。佫有吼，咱因为什么伫内底祈祷，咱很多有看到，大家有共同诶核心价值、核心诶价值、甲信念，就是要创什么？就是伫祈祷服侍，用祈祷服侍是真正是足蒙福诶代志吼。因伫内面为着教会、为着众人、为着国家社会，甚至为全世界和平来祈祷。这拢是阮代祷者伫大道室内底真重要的服侍。佫有伫咧服侍时阵，有看到咱真侪咱的同工，甚至有真热心的同工看到内底有足苦难的兄弟姊妹，伊嘛奉献一笔基金，伫大道团内底，看到经济有困难的，来帮助因，毋单是服侍，佫奉献，实在是真甘心。咱教会即个事工是伫17年前就已经开始，伫一真长老的时阵就开始运作即个大道的事工。对咱的教会来讲，这是一个稳定的记号甲美好的见证。因为足侪教会因无法度做即个事工，有足侪原因无法度推动。但是咱的教会已经推动17年的时间。这17年来，咱看到人愈来愈侪，委身的同工甲会友哪来哪侪，实在互人感觉真感动。咱实在是感谢上帝，伊将即个稳定赏赐互咱富强教会，互咱富强教会成做一个实在是用祈祷来到伊面前的教会。所以咱教会每一届要推动事工的时阵，阮会将教会所有事工写伫大道卡、事工卡，就是即张蓝色的事工卡。所以当咱教会所推动的事工，阮拢会写伫内底。大道的同工就伫内面祈祷，同心合意守望。咱看到上帝伊奇妙的带领伫咱的教会内面，
特别咱咧教会建立50几年的时阵，咱较感受到，咱教会当稳定成长，是一群点点伫大道式祈祷的兄弟姊妹因所成就，上帝来成就的。所以咱真感，咱实在是一个稳定的教会，咱会当万事拢会当透过写大祷卡来到上帝面头前。有真侪兄弟拢会写大祷卡。顶礼拜我嘛会写大祷卡。顶礼拜就是咱受洗的日子。我的细汉新妇甲孙仔顶礼拜做伙受洗，我感觉这是阮非常期待的代志。因旧年年初结婚的时阵，我就开始写大祷卡，为着我的新妇来受洗写大祷卡。特别阮嘛感觉讲，伫厝要传福音足困难的，对无？咱伫厝若要甲家己的人传福音足困难的，但是咱甲遮个代志放伫大祷卡的时阵，大家替咱祈祷，上帝来成就，这是一个足美好的事。拄一开始，阮的新妇来到阮的厝的时阵，伊毋捌福音，伊嘛毋捌去过教会，但是上帝甲我讲，你家当做幸福小组的 best 来带就对啊。所以，阮就是安尼家己带领。但是，阮愿意等上帝的时间，阮毋知影上帝什么时阵成就。但是感谢上帝，伊足紧的成就，伊伫顶礼拜就会当受洗。伊要受洗之前我的大汉新妇佫讲，妈妈，要受洗啊呢那我们要什么时候啊？还要买礼物什么的？我说，唔好互人压力啦唔好互细汉新妇压力，咱做伙来祈祷就好啊。结果伫3月中的一摆，3月中礼拜煞，我甲阮先生佮因细汉囝甲新妇，阮做去食饭的时阵，其实阮甲即个代志一直放伫祈祷中，但阮就怕要开嘴讲来受洗即件代志拢有当时爱客安尼但是阮先生就直接讲，假如迄个过偌济要受洗咱小妍来洗礼敢好？伊马上就点头哇！我心内就哈利路亚，感谢主上帝安尼成就。我就讲假如你嘛阮先生就佮继续讲，伊讲无你嘛做伙洗礼啦伊嘛点头安尼完全顺服，这就是足自然甲足顺利的一个过程，因为上帝已经伫伊的心内动工。较重要的就是阮大祷团有足侪同工伫内底祈祷，毋是公婆压迫他是伊家己有感受到。我讲，我有问伊讲，你为虾米？因为已经答应过几工，我搁甲问，我讲，假如你为虾米要受洗？毋通因为公婆婆压力要受洗你家己想会清楚。伊讲，毋是啦，我有感觉到基督徒迄个家庭的温暖。佫有看到基督徒甲一般的人无相像，所以阮的新妇的受洗嘛要感谢会友，伊大概来教会时阵拢对伊真好，足好的款待。虽然伊还袂真捌圣经的真理，甲圣经的教示，但是这都是一个祝福的开始。所以我感谢主，互阮会当参与伫即个大祷事工。也感谢主，互我的细汉新妇甲孙仔遮尔紧就来受洗，因为同工会同心合意的祈祷，带来极大的祝福。所以欢迎大家，你若有需要的时阵，你会当写大祷卡，因为大祷卡是保密的，阮袂公开出去。你大事小事拢会当来现场祈祷。你要去旅游的时阵，你嘛会当写大祷卡。你有看病、烦恼、困难的时阵，嘛会当写大祷卡。特别阮常常伫大祷室内底，为着哀伤的家庭，为着病痛的家庭来现场祈祷，也是软弱的经济困难的家庭，阮拢有替因去祈祷。所以你嘛会当为着你家己的需要写大祷卡。有个人讲，我袂晓祈祷，敢会当参加祈祷无分大祈祷、小祈祷，也是爱讲甲足丰富的内容的祈祷。你只要伫大祷室求主怜悯即个人，求主帮助即个人，主就会来做工。特别嘛，有人讲，
赤巴老师，我迄天拢无祈祷伫内底，流目屎，安尼拢无祈祷，安尼敢好？我讲袂要紧，当你咧祈祷的时阵，上帝嘛安慰你，互你真做有快乐的大祷者。所以欢迎大家来参与咱的大祷。咱这大祷卡已经介绍足侪摆吼，就是哪些的事工，你若任何事工的推动，拢会当写。所以咱教会所有的即摆的对外事工，咱拢有伫内底祈祷。黄色的，就是咱普通的大祷，有分紧急、一般，也是无公开。应允卡，就是你若有应允的时阵，你会当回应上帝听。有当时应允卡一大塔，我拢伫遐感谢主，哇，遮侪应允的事。好，来，咱报名到4月30，咱有3礼拜外的报名的时间，欢迎大家报名哦。5月初3有车派礼，欢迎大家做伙来车派。伫对报名，伫1楼公报栏，请咱大家去写。啊，有伫大道中，咱的祈祷的书嘛已经完成，会当出版。所以伫8月，大家拢会当领到一本祈祷的书。好，我以上报告，多谢大家。搁一遍呼吁吼，咱赶紧来报名吼，因为吼有诶已经伫参与中保大祷的，伊会照伊家己祈祷的时间填落去。你咱赶紧找看倒有空格啊吼，甲签落去。但是你讲我无即个时间，都无别的时间啊，你嘛会当甲签。但是咱教会嘛有第3间的大祷室哦，是咱邀美的，伫咱1楼的礼拜堂1楼遐吼。意思讲毋惊人签名啦，就是你有所在人祈祷。做伙同心祈祷，咱今年庆祝50周年吼，望讲吼，咱参加的人数爱超过100个安尼吼，2倍安尼吼。继续大家踊跃吼，开始伫1楼来签名。咱即阵赶紧要来做奉献来。咱即时来奉献。会众请坐。即时咱来读本月金句，伊是印伫个周报的第8页下骹，咱做伙来读。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啥物。约翰福音15章5节。
报告。下礼拜的主礼是曾瑞平牧师，司礼是李宗杰执事，所有其他服侍同工，咱请家己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略报告。今仔日咱来看第4页本会消息。今仔日咱要召开50禧年庆典委员会会议，请委员准时参加。第2项，小会要定伫个下主日召开定期的小会，请小会员有备心来参加。第5项，咱本会有真侪重要的事工，请大家会当甲这日期记起来，会当来参加。第4页下骹，咱的迄个50禧年所有的庆典的事工，咱等下会请牧师来替咱来报告。咱来看第5页，第5页伫个门徒培育的事工甲研习会的消息，咱这内底有5项真好的事工，我相信其中一定有一项事工是你感觉有需要的，所以欢迎大家转去的时阵，将这5项事工会当看一下，看对一个研习会是你有兴趣、你有需要的。以下，阮请夏牧师来做补充报告。我有哪做简单补充就好。咱伫昨昏吼，咱有为着咱的王俊尧兄弟来举行告别式，伫殡仪馆吼。咱感谢咱足侪兄弟伫这段时间来关心永婚姐妹甲2个囝儿的家庭吼。伫治疗地上有病痛，差不多10几人久吼，总是大家彼此关怀甲祈祷，盼望上帝恩典继续甲这个家三甲地底，大家也继续用大刀的手来为着这个家庭来守望愿主的恩典。今日永婚甲从瑞、博瑞有来吼，咱起来还大家，咱为着因祈祷吼，感谢多谢，感咱谢多谢吼。好，谢谢，请坐哈，请坐。请咱继续来关心大道哈，来关心大道。拄则有讲到补充，因为时间到，牧师特别是邀请讲，咱伫即个4月26吼，4月26个2礼拜、2、3礼拜吼，咱教会要举办即个圣歌队的即个观摩。主要是有5、6间教会圣歌队要来，但是吼，咱本会会友吼，大家来捧热场吼，大家拢来参加来听。咱吼让圣歌队坐下骹，咱会友坐楼顶，来听看6间教会唱圣歌，有啥无共款的特色无吼？欢迎踊跃来参加吼，用安尼来甲咱报告。其他请咱消息家己来看，多谢。上演会众请起立，咱做伙吟上演的诗歌，愿主赐福保护你。唱线，咱请夏牧师来替咱祝祷。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施恩帮助引带，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密道，生活对来唱祝福的诗歌。我
谢主，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有中昼哈，中昼有准备哦哈。咱请小会员长老，若有时间40来2楼长老哈，小会员来到2楼的所在。